来练习今仔日所要吟的圣诗。期待咱尽量准时提早到位。练习诗歌是将咱家己摆伫即个会堂的中间，将咱家己咱的心准备变，毋是伫遮咧练习诗歌，毋是，是咱要来用诗歌来成做咱家己的敬拜，成做咱家己的准备，同今仔日的敬拜。所以期待咱会当开你的喙，开你的心，来参加敬拜。咱第一首所要吟的诗歌是圣诗22首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，写出仁爱关联的话。咱冲突甲失败，咱胜利甲目屎，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。咱来吟。表达的是咱用真有power、真有力，在甲人讲，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。所以咱咧唱的时阵，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。咱莫主上帝正手，真歹势，因为即摆毋是伫练诗歌，总是迄个感觉，作者、作曲者、作词者，伊有即款的心意，然后写这个诗歌，所以咱用安尼来表达，好无？无问题。咱大家会当来唱这个感觉出来，好无？搁一遍，咱搁对头对第一节开始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，写出仁爱关联的话。咱冲突甲失败，咱胜利甲目屎，伫主上帝正手。第二站刷脚来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，虽然有大望，真容易行歪错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错。来第三节继续。伫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公平，公平咱子孙甲子女，咱骄傲甲不义，伫主上帝正手拢受。
事，因为这是真新的台语的表达，所以有真侪话咱看起来怪怪，读袂出来。咱做伙来读第4节来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着逐跋倒的人，以认得咱的名，对见效中得救。伫下，伫主上帝正手，咱受扶持。好，搁来第5节，是无？好，第5节3来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医治破碎肉体心灵，以安慰真奇妙，以疼痛算袂了。伫主上帝正手，咱受医治。好，咱搁来吟第6节好无？一首互咱心情真快乐的诗歌。咱搁来吟第6节。用这款的心情来吟这首诗歌。好，继续，咱要来吟351首。351首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享受丰盛的活命山。来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。355首，咱伫圣礼典所要唱的诗歌。通常咱圣礼典的诗歌伫礼拜中间较袂唱着，所以咱用淡薄的时间来学习这首诗歌，搁一遍来想起甲笑念主张济道。好，来3个来去。愿打主志，甲主济的道，专心来听伊的话，在我面顶主的灵在，激动心灵的栽培，你高兴。
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刷了6日，阮的辛苦，阮的努力，阮的无闲。即个时，阮伫你的殿院的内面，求你安静阮的心，互阮摒空阮的心。阮要伫你的面前，诚做芳的祭，献上伫你的面前。愿你感纳阮的心灵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的盾牌，我靠伊。上主帮助我，我的心大欢喜。我要用诗歌犒劳伊。上主是伊子民的气力，是伊选立的王，得救的避难所。求你解救你的子民，赐福予做你产业的子民。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2首，请起立。祝上帝正手。
遐济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俄罗你，你阁一摆呼召阮大家来到你的面前，自执要来敬拜你。为着你的救恩，阮要感谢俄罗你。你无纪念阮的过失，既然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的人，拢会当享受到你的恩典。你嘛，互阮会当靠恩典过逐工的生活。虽然逐工的生活也有真济挑战甲诱惑，互阮会当行出，有当时阮会当行出无下主你心意的代志。但是当阮愿意谦卑认罪的时阵，靠迄有够用的恩典，阮相信主，你嘛必定要赦免阮，搁一摆引带阮行转来你的道路顶悬。我嘛要感谢你，互教会加一位牧者罗牧师，要甲阮做伙同工，来为着主的福音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。当教会若咧推动事工的时阵，大家拢乐意、愿意用服侍来回应你对阮的疼，因为阮乐意做伙来参与，做伙兴旺福音，会当发挥主你讲，阮就是光，就是盐的作用。主啊，阮嘛知有一寡兄弟姊妹身躯欠安，心灵软弱，无办法甲阮做伙伫遮敬拜。阮恳求主，你会当赐好的医疗，互厝内的人后是有耐心来陪伴因，互因会当早日来恢复健康。凡心灵软弱的，也求主你来帮助因，会当想起主你的疼，搁兄弟姊妹的关怀，会当搁一摆坚强起来，转来信靠主。暑假的期间，即马天气真热。也帮助阮会当知要安怎来照顾阮家己的身体，也有真侪兄弟姊妹利用即个假期出外去旅游，求主你也保守因，互因出入拢会当平安，有上帝你的喜乐甲平安，因会当享受主你所赐一切美好的景色。这个时阵也求主你赐下圣灵甲阮同在，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。互阮伫礼拜中会当对礼拜所有停事内容中，也是牧师的讲道内底，会当搁较明白你，明白你对阮的心意，会当行出上帝你所接纳的行为，互人会当看出阮就是属上帝的囝儿，互因也愿意甲阮做伙来成做上帝的子民，会当享受自由甲丰盛的生命。求主你来看顾今仔日的礼拜对头甲落尾，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即马咱来看启命文，启命文第34篇，就是诗篇146篇，我来启正下这来译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毋通挖靠君王。因一下断开就归途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。上主讨棒受关押的人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。上主保护出外人，伊扶持孤儿寡妇。
上主为永远做王，着称赞上主。好，即马咱来看圣经。今仔圣经有记载3个所在，第一个所在是加拉太书5章22节。毋过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实。第二位的圣经伫以弗所书4章2节。凡事着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用听、互相宽容。第三位伫哥罗西书3章12节甲13节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听的，所以得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衫穿落去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着互相宽容，彼此赦免，亲像主有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相赦免。好，即马咱要来请联合诗班来学乐。
安。今日咱今来的是，所以我们在注意这个，所以咱的礼拜叫今日咱们来分享的地方是圣经的轨迹第4讲，忍耐、喜乐、和平，到今日咱有到忍耐。请大家稍等一下，咱用迄个麦吼，安尼楼顶会当较清楚。这样可以吗？咱讲今日讲到忍耐，忍耐其实有对两方面，忍耐、持守来维持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，咱这个就是暂时看嘛，但是咱嘛看袂到的，咱就要耐心听候。你讲到一个咧，咱若要听候主耶稣基督来，咱知要听候到啥物时阵，但是伊一定会来，但是毋知啥时阵，来听候。那亲像做事的人，伊正常，伊必须要忍耐听候。这听候当然有一个时，差不多一季也就是成熟。但是伊咧听候啥物？毋是听候时间到自然就会当发生。有时听候来是一个大洪水，对不对？有时听候来是酷旱，就亲像阮中国大陆南绕北旱，南部有大水无就种植，北部大酷旱也无就种植。所以咧忍耐是忍耐听候上帝真稳定的事，会当教训落雨，但是莫落雨。后摆就收酒，如果这会当所以这是忍耐听候。所以咱若忍耐听候，主要所祈祷的来，就来有咱对。所以伫这所在讲，要忍耐主的来临，这些人怎样听候参与宝贵的修行，咱嘛听候寻物求物，信心坚定，因为主一定要来。就是啊，咱来学习，主要所祈祷的忍耐。保罗讲到主要所祈祷对的忍耐，是人靠人中间关系，伊是甲上帝对的，所以伊是迫害教会，迫害基督徒。所以在基督徒人发现时拢非常惊。在基督徒可能对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敢会当互这个转过去？敢会当互这个叫做保的人转过去，互伊消失伫世界？伊若存在时，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危险，真大一个烦恼。但是这个时阵中间，上帝恩典临到保罗，拯救伊，互伊归回到上帝面前，诚做上帝所差遣的一个人。所以保罗讲到伊生的中间，伊讲：我过去甲上帝做对敌，我是迫害上帝教会、上帝百姓，但是上帝用忍耐宽容。伫侪人中间，我是第一派的，但是上帝伫我这个罪火的身上，显明上帝完全的忍耐，而且互所有信靠伊的人做一个模样。既然上帝当拯救我、宽容忍耐我，嘛宽容咱每一个。真正是安尼，这嘛是保罗的经历，也是咱的经历啦。所以圣经内面讲到，所有世间人当伫犯罪甲上帝对立时，上帝听就因靠的心就从这个，而且新的神的计点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，来替世间的人受见神。这就讲到上帝对咱的忍耐。然后保罗继续讲，但愿迄个忍耐、顺
赐安慰的上帝，嘛，互咱彼此同心，会当来学习耶稣基督。学习什么？学习基督的真爱，来介入这真爱心。所以，愿上帝引导咱每一个人，因为上帝爱咱结出忍耐果子，忍耐是上帝的属性，是本性的忍耐。有基督信仰的人，嘛，介同款忍受忍耐，对人宽容忍耐，对患难忍耐不慢，而且伫服侍上帝中间，忍耐是上帝所鼓励。所以，格雷耶稣嘛咧讲，恁伫一切个代志中间，约束家咧，意思是讲，尽咱的本分，互咱的凡事所承担的代志，会当忍耐宽容，对人宽容，对患难宽容，对你所服侍的人宽容，互咱会当通得上帝要授赐互咱的报酬，忍耐得到报酬。迄我睇何书嘛，就讲到，就咱传道理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迄个保罗所经历的，因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有真侪拄着真大困难，悲切的，用百般忍耐对待人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用上界大的耐心警戒无守规矩的人，鼓励灰心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。所以伫咧所在讲到忍耐对代志、对人、对事所交付咱的代志，就忍耐是。我相信咧帮助咱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咱伫教会中间，咱会当经历教会内面彼此的和谐，彼此的疼惜。咱咧教会内面嘛有真侪人，伫彼此患难的时阵，咱当彼此扶持帮助，所以用信心、用祈祷彼此扶持。咱伫咱的服侍中间有真侪人操不着服侍内面，所以会当看见伊坚持忍耐完成所做的所交付，这就得到这个事。我想就祝福咱，会当结出忍耐的果子，真侪人每一个帮助，也伫咱教会中间维持真好和谐彼此团结，咱大家祈祷。就你看每个方式，培养我每一个人忍耐的心。培养忍耐的品格，照你的模样，好快我们对了这样一个特殊耶稣的信仰。咱来应接上帝话，做伙来吟圣诗、回应诗520首，520首，至圣的祈祷，由你阿罗声。接下来。
道天主教会信仰做伙，伫咱的圣诗头前第15页，伫咱的圣诗15页。拢无见到的，咱几乎拢无跟电视咯。来，咱拢见到了吼，那拢见到，咱做伙来做咱的信用作弊吼，做伙请我是小妹。就比着迄个反悔信仰所伫都受洗礼，他就要对众人讲，变着亲信，你若是先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，我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这圣礼顶会诚侪的万，所以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记，这表明圣是互咱长头生决定伫遐所做的。今日咱有一位神圣的弟兄，新凤园建园还是要受洗礼。咱逐礼拜拢有看到伊，坐伫后壁，坐伫一楼迄个所在，差不多风雨无阻。所以伊对上帝是真敬畏的心，真追求的心，才对今日非常欢喜来受洗礼。咱们现在来到头一个所在。咱建园也是已经88岁，那伊家己来教会，是讲追求上帝，明白上帝，真欢喜来洗礼。我记过去有一遍，
有一个姊妹咧洗礼，也是年纪真大。大家来问道理啦吼，安尼，你信耶稣基督，你要问真侪遮个代志，伊安尼拢毋知要哪回答。有一遍，咧洗礼时阵，讲到伊，你可能无法度洗礼，我来问问题，你拢毋知影。伊一直讲，我要洗礼，我要洗礼。教会的牧师因讲，虽然无法度回答遮所有遮问题，但是对着伊个迫切的心，会当感受上帝伫内面遐尼清洁的心。所以这是咱向万兄弟伫本身前，这追求上帝，然后这迫切想要修饰，还是这是上帝伫内面已经赐予遮大一个机会。先敬愿，你要受洗礼，伫上帝才进来面前，告别你的信仰，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有信耶稣基督做你的天父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？你有诚心反悔你的罪，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我靠上帝恩典，一世人行上帝的道路，你有法度要安尼行啊无？就从请起。先骗完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家囝圣神的名为上讲。先骗完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受洗礼，我靠教会后，就是咱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已经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高雄小会关闭你，会关闭接纳你做陪参会员，成做上帝百姓，有关于主的道，新的约上帝的恩典。二个，主耶稣基督，你请救人来到你的面前，相信上帝你的圣神，家己心向愿也伫真情。主啊，你互伊面着救恩。互伊体验着救恩，互伊追求上帝，会当领受上帝你大恩典。这是大福气的人，讲求上帝，你真正福气临到伊，永远我的福气临到伊。主啊，互伊伫年老的日，永远会当真做上帝的百姓，互顶大恩典。互伊每一工所过日子，有上帝你的同在扶持。较盼望伊的心内底，享受平安，祈祷做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非常请坐。大家第一个来到好几个都在来下到。今日伊的后生就变成在北，来参加伊的爸爸的洗礼。伊的查某囝，有法度成绩，昨昏特别来到教会中间，来做伙，伊的爸爸来伊遐了解。我是拢非常爱爸爸来洗礼，遮尔年长的日子，爸爸遐尼坚持一件事，这是最大的福气。我相信
就是无按照咱的年纪来受赏，而是照咱对伊信心来受赏。所以今日在座咱所有人，拢有信心，才最上最这样的过程。爷太太这部分拢是信主，拢是主的来源，相信上帝啊，救恩被领导所有终点。这是咱要来贡献咱的现场。主要所记录讲，我就是活命鼎，招魂我的人发大利后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嘴巴，招魂我的人发大无起散。请注意来听主要所设立生产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自受会捌传互恁的。就是主要所记录，别人骂你一面，提饼作谢，对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来，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而我的杯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同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主要所祈祷，咱伫这所在开设回答点，表明主要所祈祷你的救恩，身躯为着阮拍破，宝血为着阮流出。互囝仔信你的人，拢有份是你的证据，有你伫万为着阮，伫万永远的福分伫天上。主要所祈祷，透过这个过角饼，所见证阮对你死，领受上帝你的。伊都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
经安尼来纪念我，请三角来领受。最后所讲，这个杯是实了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经安尼来纪念我。既然你们是就经安尼来纪念我，三角来领受来纪念主要所祈祷，会保护为着咱后续，身躯为着咱拍破。主要所祈祷，我已经领受这个礼物，也表明我已经受洗礼。 领受你的救恩，还勇甲伫众人面前
宣认阮的信仰。伫天日，你也要宣认阮就是你的百姓。伫人面前宣认你的，你也要宣认伊。主啊，感谢你接纳阮诚做你的百姓，你的救恩也临到每一个所有相信你的人。对着细汉囡仔，对着年老的，既若相信你的人，你的恩典就临到，将永远我的活命赏赐互阮，互阮伫天里目睭油会福气，因为你就是阮一切福气的源头，赏赐阮平安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即摆用奉献来回应上帝，请服侍的同工。
第6点就是咱所聘请外乡民牧师已经伫7月初1正式赴任，要伫8月10日，咱要来举行就任礼拜，大家要注意甲即个时间挂出来。咱搁一摆，咱请咱大牧师甲牧师娘起立，互咱大家小熟悉。来2礼拜了吼，今仔日应该是第3礼拜，但是我相信可能有诶兄弟姊妹前2礼拜无来，也无熟悉牧师，所以等下牧师伫后壁吼，若有熟悉，你就爱甲伊打招呼吼，就表示讲你已经知影伊是咱诶大牧师吼。来第7点就是头重要圣伊理学院吼，伫后礼拜67月20拜62点，要伫洪恩教会有举行结业感恩礼拜，今年咱有教会有6位毕业生，若有时间的兄弟会当欢迎去观礼来祝福。第8点暑假期间，教会有开放6楼601的教室，要互囡仔来遮读册，咱大人要来读册嘛会使啦吼。伫9点甲早起时9点甲下晡6点，是咱干事就是有咧上班的时间吼，拢会使来，无一定讲是对9点一直。遮读到6点啊，你随时有时间吼，囡仔要来遮写作业吼，还是要来读册拢会使。无一定是咱教会囡仔，就是咱厝边的囡仔会当嘛，请伊会当来伫咱教会来遮来读册吼，像敢有一个客书中心共款，安尼咱提供提供即个教室啊，请伊会当来。第9点就是轮值表吼，第3季的轮值表已经印好，所以有需要的请咱来。伫1楼遐摕，若有要行动调整的，请爱找玉山干事吼。再来离客的消息，就是第1个是咱王耀正执事的爸爸吼，王春松弟兄，伊伫6月27吼安休伫主怀，刷落有2场的一个火化礼拜，一个告别礼拜，若有要参加的，请会记哩伫1楼遐小做登记，小迄个商家会当知影有参加的人数吼。第2个就是欢喜的代志，是咱陈香茹姐妹伫6月26有生产一个后生，伊的爸爸叫王进伦，阿嬷可能咱较熟悉吼，叶瑞秋姐妹，愿上帝来祝福即个新生的名名啊。教界的消息，咱家己来小看。今日真好势，咱拄好来学习啉奶吼，牧师讲的安尼，我看嘛是真好势，大家拢坐伫遮，无人。中途逃脱啦，所以咱就是因为安尼上帝互咱学习恁来，咱啉来嘛拢加一步咯吼，所以咱嘛感谢上帝，咱今仔日正经学习着啉来，安尼寒安尼老，安尼阁是真安稳坐伫遮来享受上帝的祝福。过来咱要来唱上营522首，咱唱2遍吼，唱煞无过来就倒。
你着欢喜去，愿上帝平安喜乐，人慈干净人三个美丽，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